有冇發現咧？自2023年港車北上呢個政策推行以嚟，咁每隔一段時間咧，我哋就會見到有新聞去報導，又有邊位香港明星喺中山買樓。其實咧，唔單止香港嘅明星，亦都有好多香港人鍾意喺中山買樓嘅喎。有家數據顯示，近5年港澳客置業灣區熱點城市入邊，中山以25% 嘅比例高居第一。中山作為著名嘅僑鄉，同香港、澳門嘅同胞一樣，都係講粵語。咁我哋嘅文化啦，同埋風俗習慣，其實大多都係相同嘅。咁而中山嘅話咧，佢嘅交通係非常之便利，而且有平靚正嘅生活體驗，歷來都好受香港人嘅鍾意。此外，中山仲為共建中港生活圈發力，為港人喺就醫、就學、買房、居住等方面提供更加多嘅便利。就好似香港人喺中山開辦社保卡，可以享受169項人社等服務。港澳嘅居民嚟中山買樓，跨境匯款係唔受限制嘅。咁香港嘅長者咧，亦都可以用醫療券喺中山就醫等等。融入灣區發展置業中山，邊個區域最值得香港人高睇呢？答案好明顯啦，就係翠亨新區。作為翠亨新區乃至成個大灣區都獨一無二嘅約8000畝濱海溫泉大城敏捷感受海灣城，佢嘅優質區位、大社區、全優配套，冇辦法 copy 嘅山林海泉自然資源，每一個點都正中香港人嘅心頭好啊！除咗享受翠亨新區嘅1000億配套之外，中山嘅敏捷感受海灣城，距離唐家灣高新區直線距離都係大約500米嘅咋，去山姆呢啲 supermart 都非常之方便嘅。首先，海灣城深中深珠通道雙橋直落，係項目交通嘅最大優勢。項目出門行南朗快線，連接深中通道即可直達深圳嘅寶安。而深珠通道呢條規劃全長約47公里嘅公鐵兩用橋，距離中山嘅敏捷感受海灣城僅約1.7公里，開車輕鬆就到啊！仲有深受關注嘅南中珠城際，未來會同港深西部鐵路連接，既可行南中珠城際直達廣州、珠海，又可以通過深南中城際直達前海同香港，實現黃金內灣嘅軌道閉環。而中山嘅敏捷感受海灣城係臨近南中珠城際嘅珠海北站，咁我貫通之後嘅話咧，唔單止可以連接廣州嘅地鐵，仲可以直達香港。咁返香港嘅話咧，就非常之輕鬆啦。咁樓下嘅話咧，佢會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同埋深圳嘅穿梭巴。落樓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直接坐巴士去香港或者返深圳，都非常之方便嘅。項目內部已經有肯德基、華潤萬家、錢大媽等知名嘅品牌商家進駐，為日常嘅生活提供咗極大嘅便利。落樓咧就有海灣城嘅美食街，仲有老年嘅社區食堂，食飯係方便又抵食㗎。隔離仲有寶龍城嘅商業摩同埋唐家城市廣場，盡享大城嘅配套。同時，香港醫療服務機構好醫療集團強勢進駐，致力於服務香港同埋大灣區嘅港人社群。特別係針對100萬名未來10年嚟退休嘅活力老人，提供從居所到退休優質醫療嘅一站式服務，打造宜居嘅港人社區。海灣城仲坐擁山海泉林稀缺資源，背靠五桂山，擁有約4.9公里嘅伶仃洋海岸線，自帶全國少有嘅天然深海雷溫泉，臨近中山影視城5米級風景區孫中山故居。周邊仲有崖口左部古村、旗澳島、濕地公園等遊玩地，令呢度成為難得嘅理想人居典範。僅需1字頭，首付15萬起就可以入住山海度假嘅生活居所。喺呢度，香港人輕輕鬆鬆可以入住1000尺豪宅。